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2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民进党立委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检调也去敲立法院办公室、地方服务处等等。另外也逼出甲公庙交结，甲厂商讨钱。下晡公庙的主持也互带去问话。拄则透早6点的时阵，林岱华按照贪污治罪条例，裁定以100万交保候团，而且限制出境出海，限制自居。一到法务部调查局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立委林岱华提备纸，想要闪过调查人员，一直对话大社化官网。因为20早起检调分几路，搜索林岱华立法院办公室，也有高雄金武大寮等地方服务处。林务服务处亲像有检察官带队搜索，拄好拄到选民服务，只好请民众较晚才来。林岱华涉嫌诈领助理费用检举，规方地检署指挥侦办。林岱华服务处回应，委员任期来修法相关费用，拢要求合法合规，尊重司法调查，希望限于清白。不过，伊亲像也加入另外一案，涉嫌甲寺庙交易向厂商提不落机关，下到寺庙主持，也互检调人员带走。规方地检署表示，专案就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等案进行调查，传唤几名被告甲证人。本署侦办团队将持续搜集相关事证，并勿枉勿纵，绝无任何政治考量。检方同时强调，调查绝对无政治考量，主要因为林岱华有意参选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牵走基层，真侪活动场合拢会当看到伊，保证占据民调第一。敢是安尼影响选情，有待观察。这个我想尊重司法了哈对于具体的这个个案，我们也希望说检方勿枉勿纵尽速厘清真相。我还是觉得已经基本上进入了司法的程序，这是属于民进党的家内事情，我们就不多做评论。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林岱华区议员，考题给罗水良5个人有意竞选。林岱华涉及贪污案，区议员罗水良选择唔回应。考题继续访时，也无被讲选举，就连和民进党化作对手的国民党立委郭志温也讲话有保留，都惊敏感时刻加讲加唔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怡君牵涉诈领助理费，落尾是以100万交保。士林地检署提出控告，高等法院裁定撤销发回。士林地方法院昨下晡开羁押庭，陈怡君互人裁定羁押禁见。针对立委甲议员一直逼出诈领助理费的情形，或者认为法规无够严格，也那民间团体是认为爱修法放量政治现金法。讲到尾后，化为爱外界相信伊的清白。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涉诈助理费，正前方以100万交保，但是士林地检署控告，公益裁定撤销发回。士林地院20点开羁押庭，陈怡君下晡出现，双手合十在画圆拢。我相信认识我陈怡君的人都知道我不是这样子的人，谢谢。不过开庭开幕1点钟，陈怡君就互裁定升压禁见。最近几年，立委和县市议员一直传出涉诈助理费，民进党立委林岱华20号检调敲吹。新北市长高虹安做立委的时阵，涉诈46万；前国民党立委李庆华涉诈532万外；国民党立委江宽恒是涉诈108万。在县市议员的部分，基隆市地灵涉诈助理费518万，一审红判10年6个月；张边军涉诈助理费119万；新党的彭怀忠涉诈333万；台北市的东中案诈领5万外入去坐监。另外，还有林永明是涉诈26万外，一审判3年8个月。现在呢？没有资格的问题，他只要是说的比较简单一点说，只要能够呼吸就可以当助理，所以就变成他要来这个挂羊头卖狗肉这种情况
会发生，就在这里。或者认为讲地方民意代表费用的支给和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是无够严谨，这造成议员用挂名的人头在诈领助理费，应该透过内政部和行政院修法加严。另外，公道明是建议甲政治献金法修法放宽。对于个人的捐献呢，只有在选举前后。可是我们要知道，政治事业不是只有选举啊，你选举完当选你还有服务处等等这方面的经营。那你就算落选，那可能还准备下一届继续再参选。我们现在每个月其实议员针对助理费的部分也都自己要签名对啊，所以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制化的宣导之后，将来应该可以减少这些状况的再发生。针对过去有真侪议员是摕家己的钱来付助理的薪水，立法院去年嘛删除通过提关地下市议员助理的补助费，对24万增加到32万，县市议员对8万增加到16万，嘛甲会当请的人数的上限抬调，修正做地下市议员至少6个人，县市议员至少2个人。台北市议会是透过议会内控制度来避免诈领助理费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风面通过北部宜兰地区会大上转凉，其他地区早时暗时较凉冷。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早时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基隆北海花东北部地区甲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东部甲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也有零散短暂雨。也那其他地区甲平湖、金门是侪云到好天。昨暗开始风面通过，佮加上东北季风，北部会反寒，开始落雨。礼拜四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到位，后礼拜一是上寒的时阵，要等到后礼拜二才会较温暖。气象署表示，未来几天北部东半部伫一波煞一波的云系影响，会落局部较大的雨。中南部的天气是相对较稳定，到礼拜23有一波冷空气的路南，后礼拜2时的透早是上冷的时阵。在礼拜天、礼拜一的这波冷空气，我们预期强度可能会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因此礼拜天、礼拜一各地的气温都会下降，尤其是北台湾下降的幅度会再更明显。气象署提醒，要到后礼拜二冷气团减弱、水汽减少，温度才会阁回升，一直到228的连假期间，袂阁有冷空气影响。嘛提醒民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出外时阵会记得爱扎雨具，适时调整清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加码的10万剂流感疫苗，昨开始全台湾拢会使注，透早就有人去排队。另外，伫咧台北市有药厂捐1000支适合65岁以上时大注的流感疫苗，疾管署也提醒高风险的族群要赶紧去注。今天的流感疫苗号码卡拿完了。10月中背排柜牌伫柜台等挂区满面的期待，因为疾管署紧急购买10万支公费流感疫苗，伫2月20正式开始注，透早就出现抢注的人，像讲台北市联合病院早起100张号码牌1点钟内就扫完啊，还有袂少人等无。他排不到，因为今天是只有100剂啊。觉得好像，我就觉得很紧张，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打啦。过来已经额满了，所以会有候补的。他说你就等一等。有民众6点就开始走来排队，因为流感疫情也搁伫高峰。这届因为开始做的对象是在一类高风险的族群，药厂嘛特别捐赠1000支含组织的流感疫苗，专门提供给65岁以上的长辈来注。主要是施打在65岁以上的长者。那因为佐剂疫苗它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的那个抗体数量更多，那持续力会更久。那因为长者的免疫力本来就比较差，那这个会对长者的那个抵抗流感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医生嘛提醒，即马注拄好会当赶到228廉价的尾班车，加一个保护力。全台湾东部开始注疫苗，各地卫生局心境拢变正红。台南市中西区卫生局同款出现真长的人阵，要长辈透早5点就到场。初步估计10万剂疫苗要注的真济。我5点半就来了，讲得蛮严重，而且现在的病毒好像有变种，那我就想说就来
今天开打嘛，那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下目前各县市卫生局的一个接种的一个状况。不过我们已经确认，我们配付给各县市卫生局的一个疫苗都有配送到。疾管署嘛提醒，高风险族群一定要量早注。另外，今年10月要新一波流感疫苗，和防疫未中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起显示，联合报半导体产业是台湾重要产业，但是水电供应问题也真侪是焦点。国科会下骹的智库 DSET 指出，伫咧上摆的情形之下，2025到2027年，台湾暗时尖峰备转率有时可能会低过6%，显示先进制定的用电需求成长对台电供电能力的冲击。接下来是中国时报经济部统计处20发布1月外销订单，金额是469.7亿美金，年减3%，结束一波连10红的表现。不过，比上客户对台湾半导体下订单，金额继续增加6%。随着美国关税增加，经济部表示会继续观察对订单的影响。落尾是自由时报，内政部长伫行政院会报告预防儿童甲少年犯罪方案。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政府会伫今年到117年度投入76亿的经费，强化相关部会的连结，共同建立完善的辅导网络机制。内政部表示，早期已经是真侪15岁到18岁的少年犯罪大宗。之前歌手张雅文和一位新加坡的歌迷骚扰，一直传信息甲骚扰佮威胁，前几天伫邦桥车头佮甲对调，警方接到通报了后，也按照禁骚法等罪嫌，甲这位歌迷移送法办。你现在不让我进去，是不是？你先解封，我就给你进去。半路风砸落来，伊赶紧录影自保，两个人都是金曲歌后张雅文。你为什么知道我在这嘛？你不是住板桥？所以呢，板桥这么大。香港的女歌未出现，为新加坡来，也毋过歌迷愈发紧，张雅文愈惊。你现在还要碰我东西？你现在什么意思？讲袂过人就动手抢行李，带人的手机啊，张雅文的指甲更加互伊无长。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刑法强制毁损现行犯及跟小法逮捕嫌疑人。歌迷方控诉严重骚扰，伫14早起8点外，警方调查30多岁姓刘女子，伫邦桥车站高铁加票口头前，甲张雅文发生冲突，要求解除封锁、谈和解，若无绝对无放弃。涉案的歌迷过去都把假批骚扰佮威胁，即摆佮加亲自来找伊。经纪人以文字回应，张雅文由案处伫行刑甲报案，保证交予法律继续处理。也毋过，即款的对性行为引起艺人的惊吓，其实有可能去达到法律的红线。像专案就以严重骚扰防治法定罪嫌来侦办。过度的迷恋，一直表示很喜欢他，不停的一直传，那个第一个频率跟内容其实就是一个重点。譬如希望他跟他更靠近，或者是说会希望这个对他是特别的待遇，那就会可能构成跟踪骚扰。触犯禁诉法4大要件，对特定人一直也是继续有性甲性别有关的行为，互被害人心理会惊。法规上路到当2年外，受理超过7700件。现代妇女基金会分析，迷恋的过度迷恋、过度追求，无分实体虚拟，拢有违法记录。香港的民众表示爱慕唔通法界，用唔对的方式对性，唔那是爱到困扰，也会互家己面临检警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伫社群平台打文，讲伫超商买一支家人连订糕饼店授权的蚵仔鸡仔饼，加开时阵煞看到加纸。业者表示，这支鸡仔饼是委托工厂生产的，强调会负责，也先预防性落价。基隆市卫生局表示，已经主动联络业者厘清，也邀请制作商所在地的卫生局查办。有民众顶日在伫网络顶抛文。讲伊伫超商买一支家人连订糕饼的蚵仔甲鸡仔饼，原底想要食一个透心凉，想要到一个加热，煞夹到加纸，伊是惊甲毋敢搁食。超完整的，他是会活的。当然，大家拢会烦恼啊，什么人要拄到这种，食来找急诊室，咱就惨了啊。再大的店，有时候它的原料混合什么的，你也不晓得它哪一个环节会出错误啊。
记者实际去这间家人的100年老店认定糕饼。业者讲，这个系列的鸡仔饼是透过品牌授权委托工厂生产的，并不是由业者生产的。业者向消费者甲社会大众回示的，嘛强调会积极来负责。也让家人卫生局嘛主动联络业者来厘清。经过查证，这项产品负责的厂商是伫台北，制造商伫台中，会依请相关单位查办。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品质啦，或者是在这个包装啊、贩售啊等等这方面就是要经过我们的一个同意。那如果有出任何的问题，他们要负全权的责任。依据食安法如果食品里面有异物，然后或是可能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依据这个食安法那可以处6万到最高2亿的罚款。认定授权代理商日阿公司发声明表示，已经几啊届甲这个消费者联络，不过伫出口进前拢还未得到对方的回应。目前通路咧卖的产品已经有预防性落市，检查同一个批号的产品拢无发现过样，因为还未摕到人客投诉的迄支鸡仔饼，所以无法度判断品质甲个样的原因。针对产品生产的过程甲厂区的环境，所来会更较严密来管控，莫阁互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土城发生疑似苦毒囡仔的案件，今日2岁的囡仔互人发现倒伫咧涂骹，送病院急救，医护人员所发现囡仔规身躯伤，而且是昏迷。警方甲社会局调查了后，发现囡仔家己踮伫咧厝，爸母是无咧厝内。警方认定爸母涉嫌家暴，移送地检署，信后互人升压。暗时9点外，社区的大门开会，救护人员塞担架啊赶来，无久了，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对楼顶落来，头前一个查甫人还佫抱一个囡仔。新北市土城某一个社区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骹手无力，紧急送病院，而且原因无啥单纯。有没有打小孩啊？小孩的伤势是怎么来的？近2天了，查甫囡仔的爸母互警方侦讯，就是发生伫咧11月，查甫囡仔老爸下班回到厝，看到这个查甫囡仔一个人倒伫咧面床边的涂骹，赶紧叫救护车。因过医护人员发现，查甫囡仔毋但是人昏去，身躯顶还佫真侪身骨疤，骹手还佫粉烫过粉粒，赶紧通报警方调查。隔壁栋时常3更半夜有听到小孩的被。不知道是不是被打，就是哭闹声啊。应该正常啊，都有上下班吧，还进出嘛。没有，他们经过小孩子都很乖啊。经过调查，查甫囡仔本来是外公舅公伫咧照顾，10时才互爸母接回去。不过做爸母的定定甲查甫囡仔一个人留伫咧厝内，一天只甲互伊1罐牛奶食，而且2个人对查甫囡仔受伤的讲法一直变。拄开始讲是面床顶搬来，尾仔佫讲是伫外公的厝内时阵互4大人拍，落尾也才承认是情绪无法度控制拍囡仔。昨天晚上已经进行儿少的紧急安置。后续将会提出独立告诉，以维护儿少的权益。涉案的这个老母是新北市一间小学的代理老师。新北市教育局讲，因为接受调查，已经该停职。该代理教师今年2月到职，从2月11日开学至今，在校工作表现正常。目前司法调查中，学校已将其停职。若违反儿少相关法令属实，立即解聘。警方调查，这个查甫囡仔的爸母无甲囡仔照顾好，不是第一遍啦。怎么认定爸母2个人有重大嫌疑？依照离校法、家暴防治法，还有刑法伤害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印尼全国爆发示威活动已经4天，首都甲各大城市拢有学生就街路抗议，因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月底只推行一项政策，要裁减306条印尼盾的预算，接近2024年度总支出的1成，用来推行学生囡仔免费中昼堂。示威学生无支持裁减教育预算，也质疑税收的透明性。示威的学生举着黑暗印尼的海报、小链啊，甲警方设立空军的障碍物塞倒，踮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大路顶示威。印尼全国的示威已经连续第4天，佫落成为穿黑衫的大学生20继续抗议总统普拉博沃伫1月底set的免费营养午餐政策。Pendidikan di nomor 2 kan, di nomor sekian kan, dibandingkan dengan makanan gizi gratis. Bagi kami ini adalah kekonyolan daripada negara, kebijakan negara. Itu poin tuntutan utama yakni pendidikan kami atau kesehatan bagi masyarakat luas itu dipangkas hanya karena MBG yang masih belum merata sampai hari ini begitu.
普拉博沃伫咧一个底减少306条印尼盾，差不多代表6100华亿的预算，来杀去竞选时阵答应的学生囡仔免费营养午餐。示威学生不满大规模减少教育预算，但是唔可能影响学生的权益，叫政府重新评估政策。也质疑税收的情形无够透明，同时要求普拉博沃解决侵犯人权的问题，反对伫咧新政府内面，我看到前总统佐科威影响的乌影。Saudara-saudara meminta beberapa poin. Sore hari ini saya nyatakan bahwa kami pemerintah dengan tangan terbuka akan menerima tuntutan ini dan mempelajarinya. 这是普拉博沃去年8月上任甲打上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学生团体讲，若政府无正面回应因的诉求，抗议行动会一直继续落去。英国根据独立民调机构顶个月所做的调查显示，普拉博沃的支持率要到80%，表示伊伫印尼依然正受欢迎。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要满一个月啊，19号一直一场投资峰会顶头，讲美国后个月甚至是搁较早，就会针对轿车、半导体晶片、木材甲药啊，宣布加扣关税，可能会扣25%以上。Trump 也搁再批评前总统拜登，讲若搁互伊继续做，就会发生第3届世界大战。这场在美国迈阿密针对全球商界领袖发表的演说，川普搁一个强调讲，伊是全球安全的定海神针。There's no profit for anyone in having World War III, and you're not so far away from it. I'll tell you right now, you're not so far away. If we would have had this administration for another year,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orld War III, and now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川普捌几啊届批评前总统拜登。讲伊是美国通货膨胀、甲全球乱局的凶手，甚至佫讲到拍选战的时阵，伊拄着庆祝的代志。I wouldn't have run if I thought Biden was doing a good job. If I thought they were, I wouldn't have run because, as I said, it was very dangerous to run in a lot of ways. In fact, my ear will show that when you look at it closely. My ear, I have that throbbing feeling every once in a while. 川普等来白宫短短一个月，已经针对加拿大、墨西哥甲中国加扣关税，也搁针对进口钢铁甲阿鲁米，也搁有对盟友甲非盟友的对点关税。不过有关关税的代志还未结束，川普宣布续落来，也搁针对汽车、半导体晶片、药品甲木材等等进口的商品加扣关税。上紧的伫3月份或者是3月份进前宣布，这个税率可能会到25%以上。A lot of people are calling. A lot of car companies are calling. They called me. 3 of them, 3 of the majors. They called and they said, "We're looking all over the place. We want to be there." 有风声讲特斯拉要去印度设厂，川普对这件代志是无啥认同。不过也是公开肯定马斯克，甲政府的效率部的贡献。俄罗马斯克的智商有影是真悬。There's even under consideration a new concept where we give 20% of the Doge savings to American citizens and 20% goes to paying down debt because the numbers are incredible, Elon. So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billions, hundreds of billions. And 面对全球商业的领袖，川普家己曝光，伊上任4礼拜达成的成就，比大部分的政府用4年的时间要搁较济。而且伊还搁现场预告，未来若是去美国设厂，还搁有采购对美国有利产品的公司，会大幅度减税。I'll be working with the Republican Congress to pass the largest tax cuts in American history. 这场企业峰会结束，川普搭空军1号要为迈阿密登去华府的路任。记者搁一届问到有关中国的问题，川普对外也是讲，伊甲习近平的关系真好，未来有可能甲中国达成新的协议，包括甲 TikTok 买起来人。不过伫谈话过程当中，拢无讲到伊甲习近平当时才有可能会直接来对话。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俄乌战争还未收煞，即卖美国总统 Trump 煞对外表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无经过选举的独裁者。佮讲伊予美国开3500亿美金去拼一场温书的战争。这个言论，美国参议院的领袖图恩就表示，这拢是 Trump 个人的看法。因那后面是强调会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A dictator without elections. Zelensky better move fast, or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left. Got to move fast. 川普19伫非洲迈阿密参加一场沙烏地阿拉伯舉辦的投資局峰會，甲伊伫因的社群平台以文字發表的這個言論，完全無保留公開講出來。川普講，澤倫斯基是成功的喜劇演員，予美國開3500億的美金，用伫一場拍袂贏的戰爭。
又佮讲，泽伦斯基的民调支持率增加，敢若有4%。以上搞的都是甲前总统拜登放伫手底咧变人。美国甲罗西亚的外交团队伫沙烏地首都里雅德举行的罗西亚乌克兰停战会谈结束了后，面对侪对乌克兰发展不利的事项，特别是川普一再对外中和克里姆林宫战争的观点，泽伦斯基表示，川普是活伫罗西亚假信息的环境内底，又佮讲美国替普丁脱离侪年来孤立，所以就引起川普是独裁者的讲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杜温，迄天伫国会记者甲问，伊讲迄是川普个人的看法。Well, I like I said,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What I want to see is a peaceful result, a peaceful outcome. 罗西亚的国营电视台 Russia 24每一天密切关注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上新的进展，而且甲下底华府特派员连线说明详细的内容。Сейчас позиции Москвы и Вашингтон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выглядят даже ближе, чем взгляды США и Европы. 欧洲各国领袖是对川普的言论表达无同款的立场。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伊认为这是喊呱呱。英国首相史凯尼明确表示对泽伦斯基的支持，也那欧盟的回应是会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从开战以来，每一届拢是穿青色的军装出现。不过，从美国这边提出放弃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的条件的讲法了后，泽伦斯基就干那穿乌衫。早到暗时也表示，伊会甲美国、罗西亚、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见面。伊讲这届见面是真重要，讲甲美国的工作大部分拢是有建设性的，强调甲欧美做伙和平会更加可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涉嫌贪污罪，不过司法部却要求承办的检察官撤案，让外界质疑亚当斯用支持总统川普遣返移民的政策来交换撤案，是引起4位纽约副市长甲承办案件的检察官用请示来抗议。美国法官找一调规听证会，要求说明撤案的理由。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在到加达行出法院，都和抗议民众用大声讲要求伊落台。亚当斯伫2024年9月受到联邦检察官起诉，涉嫌污洗、非法接受国外的竞选捐钱等5项罪名。将做美国史上头一名在任受到起诉纽约市长，也毋过亚当斯无认罪，嘛，搁做外界爱伊请示落台声音。美国司法部搁伫7日要求承办的检察官沙松撤案，包括沙松甲另外5名检察官是陆续请示，抗议政治干预司法。A federal judge declined Wednesday to immediately dismiss the corruption charges against New York City Mayor Eric Adams, saying he wanted to carefully review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quote, unusual move to halt the prosecution. 因为亚当斯进前是配合总统川普的政策遣返非法移民，和纽约4名副市长伫当地17集体辞职表达不满，和纽约市政是陷入混乱。纽约市议会的议长嘛伫同一天呼吁亚当斯辞职落台，外界质疑民主党籍的亚当斯用支持总统川普政策方式来换贪腐的官司。立法官是要求亚当斯甲司法部出席19个听证会，说明要求撤案的原因。During the 80-minute hearing, the judge pressed the acting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Amel Bove, on the government's rationale for dropping the case, namely that it was impeding Adams from aiding in President Trump's immigration crackdown, after the former top federal prosecutor in Manhattan alleged the two had struck a quid pro quo. Adams has emphatically denied that. 亚当斯伫听证会面顶宣誓，佮一摆强调无犯罪，嘛表示司法部无向伊做出任何承诺，嘛无威胁伊。立法官何代伫听证会并无做出任何决定。司法部嘛表示有可能伫11月纽约市长选举了后，会重新考虑提起诉讼。纽约州长霍克表示，19个听证会结束了后，会个决定后壁行动。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州长有权利罢免包括市长甲警长在内的地方官员。纽约州的宪章嘛有正常性的规定，州长伫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向市长提出正式指控，和市长辩护机会。伫罢免程序进行的期间，州长可以当暂停市长的职务30天。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今仔日国际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警方表示，中部城市巴特燕有炸弹伫咧三台巴士内底爆炸，迄当时车内无人，市长讲无人伤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指控讲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做的。韩国宪法法庭决定伫咧2月2号结束对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的开庭辩论，按算3月中会宣布判决结果。若是驳回，尹锡悦就会随复职；若是通过，就要重新举行总统的大选。
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咧网络直播讲，就俄乌战争除了正式会出访白宫以外，也强调会甲 Trump 讲迈向普丁来认输。但是乌克兰落入罗西亚的手中，等于是向北京释放信号，让中国感觉有权入侵台湾。高雄有13个行政区，为今仔日暗时11点开始会停水55点钟。就算水公司有网络公告，也有送通知单，也是有民众无想到通知。另外，伫咧停水期间，一个里只有一个灌水站，范围较大的里也烦恼无水通用，有里长就已经家己买水塔来欠水。提家己印的通知单到社区，林长一家一户拢问，提醒里民爱会记哩欠水。这点无呢，啊，这个咱的大楼，今仔就是要停水。大楼电梯内也拢打通知，一个水公司为着要换关水管线罪刑法，今日公告高雄包括小港、凤山等13个行政区，21半暝啊11点起，全区也是部分里大停水55点钟，也毋过20又有部分的民众无收到通知，是就忙才知影要停水。你在网络上公告，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们不善用那个网络的状况哈。可能会比较不知道有停水停那么久的情形啊。工作人员将加水桶送到临时加水站点安装。水公司准备设150个加水站，不过只有2个里有2个加水站，其他的里上侪1个。停水拄着拜六，搁超过2日时间，烦恼水无够，有里长家己提钱来买水塔，清理了后准备互里面来供水。当时该停水，互民众感觉无方便。虽然经过高市府甲水公司几啊摆协调，已经有部分里改做降压供水，也是缩短停水时间。不过也互不少里长收到新的不满。大家都在讲说，那为什么他们几个里就可以这个协调之后，就变成停10几个小时，那其他的就变成还是照原来的50几个小时。大停水有计会影响至少48万户。面对民怨，水公司表示，停水期间，在水管网系统有少量水会当使用。那加水站无够使用，会启动增设，也是增加水车送水来运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成功3月爆炸案件发生到达，台中市府已经收到14间专柜厂商提出资遣通报28个人。劳工局又举办劳动权益说明会，现场有加班为厂商甲专柜的员工来了解。市政府强调，资方调动员工必须要符合劳基法，资遣是最后的手段，若是无符合规定，就会退件。现场的人是塌田。台中市劳工局20针对成功3月爆炸案件受到影响的劳工，举办劳动权益甲资源说明会，当中有100多个合作的厂商甲专柜的员工来现场。有一个姓谢的专柜小姐讲，停业了后，若是接受调去北京店，就是爱去新竹也是台南，是真大的困扰。大部分的人休困伫厝里听候通知，干人领底薪要维持生活嘛真艰苦。困难点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其他的柜点，可能就是要往新竹或台南，造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困扰。我们是算业绩，对，所以如果现在休假在家，就只能领底薪这样吗？目前是这样。台中市劳工局清查资料，台中成功3月有833间专柜的厂商，到19为止，已经收到14间厂商申请资遣通报28个人，其中有4间拢总8个员工是契约到期，另外1间有1个员工是因为考核无通过，其他19个启用资遣的劳工，敢是受到这个爆炸案件影响，要来调查。市府强调讲，资方调动员工爱符合劳基法内底5个原则，资遣是上尾的手段，只要无下规定，就会退件。有可能是因为暂时受到这个气爆事件影响，要暂停工作而资遣的。如果他的资遣是不符合的，我们也会推荐。所有的合作的同仁都能够短期的一个所谓的安置，比较妥善的一个计划。我想大家都听到他们的心声，大家希望尽可能留在台中这边有一个安全的工作，是吧？这块其实还是我们工作沟通的一个所谓的请大家帮忙的一个重点。业者强调讲，成功3月家己请的员工有303个人，目前是提供有薪假，也若专柜厂商员工的权益，会协调合作谈判，提出短期安置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殡葬所最近因为年节休困，佮拄着季节交替，过往的人变较济。毋但礼仪厅无够用，搁爱搭临时的布棚，备用火葬场嘛要排队到后个月啊。对
这边看过去，所有灵堂拢是满的，另外一边同款嘛是甜的。屏东市殡葬所的火葬场自过年开工了后，就出现塞车的状况。即卖排队等要火化往生者已经排到3月初，附近4个私人殡葬业者佫加上公家，总共有111个灵堂，因为实在是无够用啊！现在连临时的灵堂拢有人注文。现在目前灵堂的状况是有无够的状况啊？你都是可能就是刚好告别式出完的时候，后面就有人直接递补进去了，或者是也是讲暗时来伊要下啊，结果无灵堂，伊拢要等到告别式出了的时阵，伊才会当下入去。好日子大家都要用。那不好的日子，当然一定也会有火化，只是看要不要用这件事。有业者表示，可能因为过年休困，佮加上天气变化，雄往生的比例变高。殡葬所是表示，伊用过年前后火化数量拢会增加。今年甲往年比起来，确实加差不多10%。不过烧的炉啊，干那5口，有需要的时，一天上济火化24躯大体。尤其爱考虑炉啊，是毋是会砍哩？亲像即摆都有一口歹去。因为我爱顾机械，所以增加我会增加1件2件。若超过我惊机械的故障，人员我就是要求人员加班安尼应用。正经无法度加的时阵，2种办法，一种就是请家属另外看日子，一种就是讲无为南为北迄个火化场会安排看卖啊。殡葬所表示，屏东市有6成往生者会送来遮，4成伫厝办，种种因素直接做伙，才会有塞车排队的现象。现在已经到消透啊，3月份应该就会当恢复正常。记者柯家族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全台大罢免传出有假连署，民进党立委柯地格去台北地检署告罢免团。另外，民进党立委黄建也表示，有民众反映家己的资料互人摕去用，怀疑国民党有咧主导。因那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瓜子温是讲，党部绝对无介入。伫律师陪同之下，民进党立委柯地格20去台北地检署告发罢免团体涉嫌伪造文书、伪造印文书压罪，告诉法庭。柯地格表示，接到民众陈情，明明无参加罢免，所收到罢免柯地格的查询单发给和无名联署。以前在罢免黄捷的时候，也有类似就是国民党提供名册，所以当然我们也会怀疑是不是国民党有这个行为？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还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下定论。另外，同款是高雄的民进党立委黄捷，家己罢免风波也接到民众反映，向假冒联署，怀疑是国民党将告知外泄。柯志恩出来说明是不是有主导，或者是提供了这一些名册来给罢免团体呢？黄捷应该尊重公民团体，一如民进党不断的强调尊重公民团体，国民党的市党部绝对没有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全台大罢免脱销，罢免国民党立委陈菊珍的国民团体，原本要伫选罢法使用具体的最后日子19送行，却因为离第一阶段底限，也就73分无法达标，宣告失败。民团强调，追求和平无代表爱斗强。这个陈怡贞的这一网军，在网络上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跟怒骂，这些都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压力。金门人真是有智慧，因为金门人唾弃政党恶斗的这一种风气。针对那边联手修法加严选罢法20正式生效，罢免无负身份证，命令5年以下刑责，也是100万罚金。民进党团去宪法法庭第3释宪申请书，提出暂时处分。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站在宪法的对立面。蓝白终究要走入历史的风化炉，会化作一股青烟。1年前讲的话和现在讲的话都是一样。郭建明基国会这款修法释宪结果为例，认为选罢法审查定数无正义，那顶摆违宪，这摆哪有无违宪的道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第19届总预算案甲再违法修正案送出来，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届收到无写明总删除数的总预算案，即期较有合法合宪。再违法也无看到事权分配内容明显有问题，会建议用合法合宪的方式来救济。
立法院19时小连续送出114年的总预算案，再会发修正案到行政院，但是行政院长杜永泰认为讲，这第一摆收到无明列总态度数的总预算，再会发的修正无看到事权的分配嘛有问题，各项总预算是产生竞合，而且两案做伙送嘛有一个头前一个后壁先后的争议，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针对这一项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将研议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确保国家能够持续的稳定向前推动。杜永泰讲，调查协商无效果，行政院会依法来准备资料，未来向立委来说明是倒位是无法度执行的，而且伫上短时间内做必要的预算的补救，要求各部会拢爱配备较按例来准备。另外认为讲，即摆送出来的总预算审查报告，就敢若是无字的天书，绘出的部分无甲预算的台减数写好清楚，大多数拢是咧讲一寡无确定的概念，批评在野党一摆放两个财政核弹，但是哪位讲，拢台讲甲真清楚啊，欠缺精确的删减数，这样子的状况是前所未见。用这种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审查结果，就是要甩锅行政院，行政院自己去调节，行政院自己去试算。请问，你把行政院卖了，还要行政院自己替你数钞票？他硬要这样挑剔，我们也没有办法哦。统算的部分要砍937亿，其他的你自己砍，这个是讲得很清楚。他提复就提复一把，我们就否决吗？就这样子嘛，这个系统是要落幕吗？另外，行政院今日阁提复议，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阁在做相关的盘点和分析。另外，备战新会期25就要开议啊，杜永泰嘛下令讲，施政总质询和质询的期间，部会首长除了陪总统接见，也是真正有重要公务请假，无拢爱亲身来参加立法院会，必须爱尊重国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花侨大学、中国暨南大学甲北京华文学院，即马是由中国的统战部来管理。教育部长陈英耀表示，全面禁止台湾的公私立大学甲这3个学校交流合作，也发公文予高中职，若是有学校无要配合，就会靠补助款。一年一届的大学校长会议开始进行，教育部长陈英耀特别受访，说明禁止台湾的大学和中国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交流合作。只要隶属统战部，我想它是属于特定目的的，这个它并不是我们一般的真正的我们所定义的一个学术取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学，所以我想我们来停止合作是必要的。陈英耀讲，那这两间学校对2018-2019年开始是统战部直接管理，北京华文学院嘛是同款。这3间学校都有甲教育无关系的特定目的，会请大学停止合作，卖法文提醒高中职。未来会修正大陆地区学历采认办法，若准讲修正了后也是要读，都袂采认。已经咧读的，袂过去追究，嘛会有救济停书。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概有。光这2所学校有2100位的台湾的年轻人在那边读书，我想这不是我们所乐意见到。从今天开始，我想在未来我们都不会承认总统赖清德今年特别到场致辞时阵强调，希望各大专校院甲中国进行交流的时阵，要有风险意识，共同保护国家核心关键技术和科研成果，一起守护民主，以及维护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大学方面要安怎更加有风险意识？大学校长会议第2天特别邀请陆委会主委曲水正，说明两岸关系，也佮有政府的两岸政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行政院讨论并发修正案，要放定离婚的条件。未来只要翁某伫5年内分居3档，就会使请求离婚。修正案内底也讲明赡养费的请求权时效是2年，但是搁再计错就袂使继续提钱。这几年来，台湾的离婚率直直增加。目前，若是要离婚，除了夫妻双方协议，也会使向法院申请裁判离婚。拜是行政院通过民法的修正草案，修正放宽未来若是婚姻关系5年内累积3年分期，双方拢会使提出离婚诉求。本次修正的效益呢，有3大效益：完善我国离婚制度，保障婚姻双方的权益，这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符合国际公约的规范。
法务部表示，分期时间符合修订草案的规定，会使做离婚的事由，同时也实施公平条款来维持双方的公平性。也那律师是认为，虽然这是参考外国的做法，不过台湾的结婚定义和外国是无同的，这伫实务上可能不是一个放宽，颠倒会变做是一种限制。咱即个实务的看法是讲啊，你只要无法度维持婚姻，再提出证据来，不管讲你是1年2年的分期，还是讲有啥其他状况，拢会使法官来判断讲到底会使离婚，袂使离婚。你既然硬性来规定讲5年爱3年的话，反而互法官有一个限制，无法度讲啊真的有分期1年2年，啊其实确实真的无法度维持婚姻啊来做一个离婚的判断啊。另外，这个修正的部分也修订赡养费的制度。原本若是属于无过世的人，而且生活经济有困难，对方拢爱付赡养费。未来收赡养费的人，若是再婚，对方就无需要搁给付赡养费。针对这部分，律师表示，实务上大部分赡养费拢是一概付清。这个增订再婚袂使搁收赡养费，是符合维持婚姻关系的公平性。修法草案续落也会送入法院审议。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伫咧明年底要推动长照3.0的政策，不过实际上的政策内容也阁有真大的讨论空间。前美国卫福部副助理部长林元清是邀请38个医学专家斗阵写一本有关长照3.0的册，要予台湾政府做参考。台湾伫今年进入高龄化社会，长照一直是国家重要的议题。为着要互时大人在地老化，会当有在地医疗的服务，卫福部长讲会伫咧明年年底实施长照3.0。那长照3.0，我们现在卫福部的规划，当然是希望能够有健康的促进。第二个是在地的老化，第3个是安宁善终。那大概是这3个愿景。对明年就要实施的长照3.0，国民党伫拜四开记者会，希望会当甲长照保险法立法，改变即马编有算做长照服务的制度。对此，专家有无共款的建议。2个最大的问题嘛，刚刚就是人跟钱嘛，那真的是800亿到底够不够嘛？那所以将来的这一块到底要不要用保险，还是要用税金，还是用其他的方式？那这个大概我们的政府可能最近大家都在努力吧。台湾因为有一些考量，像政治的考量、选票的考量，还有这些经费的考量，所以台湾来讲，照他们一般来的看法是，台湾这些经费应该足够 cover， 足够覆盖这些将来长照需要的经费。长照3.0要安怎做？这么也搁伫咧讨论的阶段。为了要提供政府全方面的建议，前美国卫福部副助理部长林元清，甲咱前卫福部长柯文哲医学博士王一帆，3个人做伙编一本甲长照3.0政策有关的册，提供予政府做参考。希望台湾的长照会当亲像台湾的健保同款，予其他的国家摕来做参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有一项台语日行动，串联府城14间台语友善店家，伫这1礼拜的时间内，鼓励民众伫咧店内用台语来点菜开讲。有店家教民众一寡台语的专有词，要打造加工母语的友善环境。基本上我们都是安尼帮你点一杯咖啡，总共。人客用台语咧点咖啡，嘛有老师带学生行出校外用宝鸡咧点餐，公家不加连等。2月2日世界宝鸡日要到啊！台南基本款协会今年头摆串联府城14间台语友善店家，发起台语日活动。亲像这间咖啡店会主动参人客开讲讲台语，用台语点餐，要打造一个浸水式的母语环境，让大家加讲台语袂碍叫。老师带咱来遮买咖啡，就是安那开嘴讲台语。普通时你敢有咧讲？我的厝拢和阿公阿嬷讲台语。即马少年家主少咧讲台语，希望会当甲即个咱母语扫来咱的咖啡店，较侪少年家会当较侪接受着，讲咱即马台语即个
这个文化。台南基本法协会指出，经过调查，台南是6都内面讲台语比例上悬的城市。这回唔那咖啡店、毛鸟啊旅馆加入，甚至连店名嘛结合台语来设计。另外，这间宠物病院，医生嘛参当客用台语咧对话。医生讲用台语看诊，颠倒互人较清楚。病院嘛特别传相关的台语词，要互大家对台语更加熟悉。嘛杀出犹太，鼓励大家斗阵讲。毕竟是咱的母语嘛吼，希望讲这个母语会当继续存在落，啊，咱咧讲的时阵嘛，感觉做舒适啊。透过这个活动的，会当提升大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啊，希望未来嘛有愈来愈多店家会当做伙参与，希望台南市这个旧社区会当变做一个最有台湾味的这个文化古都。协会表示，即阵嘛有寡人伫外口讲台语，感觉无自在。这摆串联店家就是要创造清澈、自然讲台语的环境。因讲未来会透过各种形式来推测，要互台语一步一步行入去大家生活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法国有一位开台语课的台湾人刘典岳老师，长期伫咧外国教册，嘛负责巴黎市政府台语课程的规划甲师资的培训。对伊来讲，台语毋但是甲故乡的连结，台语嘛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语言。自2020年开始，伫咧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开台语课到大，透过无共方式，互法国学生学台语，体验台湾的文化。一定外国人对师傅学讲要安怎请红啊，甚至佫会晓唱台语的流行歌。这是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开的台语课，自2020年开课到当已经第5档。开课的老师是台湾人刘典岳，伊结合艺术表演的专长，用台语卡拉 OK 比赛和蹦迪戏等等的方式，带学生来学台语，体验台湾文化。其实咱台湾的物件伫外国，其实因做爱的，咱台湾的语言，咱台湾人正的物件，台湾的文学。其实对外国人来讲，其实因做有兴趣的，所以我嘛是想讲要趁这个机会，因为跨文化，可是有这个两个文化会当有开始有去交流、去开讲啊，所以其实第一部分重点是先透过这个机会，学双方的学生会当开始去交接。刘典岳表示，台湾对外拢是以华语为主，因为需求这市场较大。不过，其实台湾毋若独独华语一种语言，伊毋望透过这门课，互外国人了解台湾是多元语言的国家。嘛，自去年开始，和台师大台文系合作线顶开课，希望讲会当栽培出教外国人的台语师资。2019年了后，COVID-19 了后，其实国际对咱台湾的看法有真大的改变。比如讲，伫法国。因为想讲，咱台湾敢若讲中文，大部分就是无人会当伫迄边教台语，所以其实爱有人开始会当教台语。刘典岳在法国计强栽培400外的学生，嘛担任巴黎市政府台语课程的规划和师资培训。伊会拍拼促进台语在海外影响力，可以得到教育部本土语言贡献奖的肯定。刘典岳表示，这几年在法国的新闻报道，让要大家拢通看到台湾的新闻，希望讲未来透过国际交流，通互愈侪人对台湾有较深的认识。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国外是份上新的研究指出，人类有一种特别的基因，叫做 Nova1， 就是互人会当发展出语言的关键。而且学者把人类的 Nova1 基因放入去实验鸟鼠的身体内底，发现这个鸟鼠伫咧叫对方的时出声的方式，嘛会变甲无同。Hey guys！ 餐厅内调酒师甲人客欢喜的抬杠，分享互相的生活。人类有特殊的语言，甲一般动物无同，有丰富的多样性，所以会当建构文化甲身份认同。即么有研究发现，人类会当发展出语言，甲一种叫做 Nova1 的特定基因有关系。Nova was part of what we would call a selective sweep of a variety of genes, and Nova was one of them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Homo sapiens as the dominant species, which we are today. We got iPhones and Zoom. And part of that, we would contend or believe relates to language. 一份发表伫自然通信期刊的研究，将鸟鼠体内的 Nova1 基因替换做人类特有的基因，来测试这种基因伫现实生活中的影响。结果发现，伊改变鸟鼠互相咧叫的发声方式。详细听会发现，后壁迄只的叫声比头前迄只较复杂，会当听出声音的起伏。
这项研究的学者为1990年代就开始探究脑巴胺的基因对大脑发育的重要性。结果证明，人类版本的脑巴胺甚至会当选择性会加掉，佮改变加发生参语言障碍相关的基因结构。无定到未来也会当帮助有语言障碍的人。So if you could upregulate the other copy of NOVA, maybe you would make them better. So there are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who have nonverbal autism. Do some of them have something that we could help with by virtue of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functions here? 不过，科学家也表示，脑巴胺可能不是唯一塑造人类语言能力的基因，保定着也有其他的基因为人类发声、塑造语言能力奠定基础，也佮犹太日后继续研究。公司新闻陈伟君编译。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13度到21度，南部地区15度到25度，东部地区15度到22度。宝岛地区7度到1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艺术的灯火，灯火伫水面闪闪烁烁，咸水的历史长在延续。